今日教大家整一條片，就係啲文字會跟住你一齊行㗎。首先打開剪影，導入你嘅影片。由於呢個影片係自拍嘅，咁所以我要首先去編輯度將呢個鏡像調返轉。咁跟住就撳編輯，啱啱入鏡嘅時候就做分割，將前面嘅畫面拆除。當個人啱啱離開個畫面嘅時候做分割，將後面嘅畫面切除。撳影片，將影片變速為0.5，跟住就撳文字，添加文字。咁我今次就係寫新加坡亞太區年會。輸入完文字之後呢，就撳花字，選擇你鍾意嘅一個形態嘅文字。跟住再將文字睇齊段片，拉到佢一齊嘅。點擊影片，跟住複製，再將呢個影片設置為呢個畫中畫。將畫中畫同上一段影片對齊，之後將個文字同人影剛好對齊，跟住撳選擇蒙版、線性、編輯，將呢個線性嘅旋轉拉到90度角，跟住再將佢羽化大約10度，將嗰條線拉到去我嘅人嘅後面，跟住撳關鍵掣，之後再移動影片，個人出咗個字之後，跟住將嗰條線拉到去我個人後面，跟住撳剔剔，跟住再撳層次，將畫面變為文字之前，跟住就可以加入音樂㗎喇。當你加入音樂之後，將音樂同嗰段片對齊，拆除多餘嘅音樂，跟住你段片就會完成㗎喇。咁按導出就可以啦。